陸漢標議員啦。好啊，各位，以下我就會就有關土地、房屋、外來人才同埋移民嘅問題，以及係解決業界融資呢3方面咧，講一講經民聯嘅回應。首先，我哋係十分歡迎政府將徵收100蚊印花稅嘅物業價值上調到由300萬上調到400萬。我哋相信呢一項嘅措施咧，就可以係幫助減輕嗰啲係買樓嘅人士，尤其是係上車盤嘅置業人士嘅負擔。喺土地供應方面咧，政府表示喺未來1年咧唔會推商業土地，同時亦都會考慮將部分嘅商業地改劃做住宅用途，亦都會推遲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嘅商業中心原本嘅用地嘅原址嘅一個原址換地嗰個係完成嘅期限。咁對於政府係能夠密切留意市場嗰個變化，而係調整佢嗰個推地嘅步伐啦，我哋經民聯係歡迎嘅。其實係喺面對呢個財政挑戰咧，經民聯一向都認為政府必須要激活翻嗰個房地產市場，增加嗰個經濟動力。咁所以我哋期望咧，政府能夠咧更加用有彈性嘅方式咧，去吸引到發展商去重新去投地。譬如係即係將嗰個地價分期付款，或者可以考慮港鐵嘅方式分紅咁樣啦。我哋相信咧，一定會係有助於係吸引到賣地嘅意欲嘅。對於外來人才投資移民呢個計劃啦，政府話會係有進一步嘅係優化啦，我哋係歡迎嘅。咁我哋一直都建議政府咧可以係放寬申請人投資物業嗰個條件啦。現在咧佢係投資係5000萬咁呢個其實有下調嘅空間嘅。咁同時咧亦都咧可以係即係根據係即係唔同嘅申請人佢本身嗰個係即係需要而調節嗰個係佢買嘅物業嗰個係上限啦，幫助佢哋喺香港咧係置業。咁我哋亦都咧係建議政府咧可以繼續同中央係繼續去探討啦，透過嗰個閉環管理嘅模式，即係好似等於係即係股票通、債券通咁樣咧，可以容許係內地嘅專才咧帶資金嚟香港置業。日後佢哋賣咗呢啲物業嘅時候咧，嗰啲資金係可以匯翻去內地啦。咁所以咧就唔會係有一個嗰個外匯嘅流失。咁最後咧，我都想講一講啦。我哋經民聯一向咧都係即係同係金管局講啦，嗰個係業界係喺嗰個融資方面咧係。暫時嗰啲銀行嘅態度都係相當保守嘅，咁我希望咧金管局真係能夠同銀行公會咧係解決呢個問題。點解呢？因為對於係即係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對於片區開發嘅咁大嘅發展呢，若果係銀行本身係要採取一個保守嘅態度咧，呢個係不利㗎。咁我就喺呢度係停喺度啦。